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18号，公元2017年1月5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同印度各地学者共同研讨宗教和谐理念。达赖喇嘛尊者在瓦拉纳西成立50周年庆典上致辞。达赖喇嘛尊者抵达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司政与议长出席瓦拉纳西恒河祈福仪式。司政在瓦拉纳西成立50周年庆典上致辞。司政指出，对扎西维瑟的审判和判决将决定中国对维护其宪法的承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对印度南部地区的一系列参访及弘法行程后，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邀请，同来自印度各地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领域的学者共同就宗教和谐理念进行了深入讨论。12月28号，由达赖喇嘛尊者应新德里尼赫鲁大学阿拉伯与非洲研究中心的邀请，同来自印度各地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以及锡克教等宗教领域的学者共同就宗教和谐理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当天的活动上，来自孟买的伊斯兰教领袖塔路法可丁向尊者颁发了和谐奖牌及100万印度卢比奖金，以表彰达赖喇嘛尊者在促进人类和平和推动宗教和谐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演讲中指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在印度这个国家，如本土教、印度教、佛教、锡克教和耆那教，以及其他外来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变火教和巴依哈等，都在印度蓬勃发展，并且彼此间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印度这种宗教和谐局面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一种美好愿望，而是现实中存在的事实。尊者还强调，各大宗教都在极力教化世人向善，因此呼吁各宗教和谐不要停留在口头层面，而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彼此间的和谐。而在2018年的新年第一天，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了瓦拉纳西西藏中央大学成立50周年庆典。达赖喇嘛尊者在庆典活动上致辞时表示，今天在纪念一所学习西藏文化而闻名的学佛成立之日，我就不讲自己的蹩脚英语了，而是用标准的微藏方言来发言。当我们举行这一庆祝活动时，首先我们要回顾这个研究所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谈论这些伟大成就时，我们应该要缅怀已经默默离开我们身边的创造这些伟大成就的那些人物，这样举行庆祝活动才有意义。但배수쟁에게 민망구지니 좋은 차를 해. 단 미로는 미로 지금 배수 닝도 깨베 단 레부레. 진짜 인도 대바디디 이제 장수시화르샤.尊者继续表示，这里我要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学习和研究的场所，所以你们需要不断地勤于动脑子，但不要局限在单一的思路中，而是从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再加一些强烈的利他之心，这样才能使人类的智慧绽放异彩。当今世界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人有了智慧，但缺乏利他之心，造成种种悲剧。투주 그리는 주주도와 투주 주로도 첩지 지금 의욕이 나다는데 주주도와 자상간 가면서 다 들이한다 로사베 땅 고추디어래 땅 안서 로디 나로라 야 내주 사바 근데 중국도가 대대 뜸버지기 아주 매주셔가도 백해치 모르셔. 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者发表了新年祝福。尊者表示， 나랑아래 단
都是你们的那我的落针都是绕的，前两周大概能行，你们的蹲着的到落针绕的，但看到俺人怎么落，是吧？变成逻辑的亲，马路逻辑亲呢，你都举过是吧？你都举过那边可多了，你都这边个落的，落的团的那么几个家里人什么穷呢？就要的，想说，但落的超了亲属上面说了，读书的下边呢，落的能落了，鸟的那边生气边呢，别人特别不来，加上按照落沙巴的，我呢团的那么几个人上不去，落节嘛，像落沙巴那边可多了，落对不起去，但那边落的。团的那么几个名字家人什么兄弟也会要的，现在我当然需要很多。没改不这个，我呢名字团的那么几个要起来呢，可属于的没几个，属于没做的，没做不的个样都属于没加了的，都是呢个制造里啊，这个属于天下的都是这句话，是吧？制造属于的没改个说可就是么的吧。多少人是那么的很多人用过啥要嘛的 ？Thank you。另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对瓦拉纳西的访问行程后，于1月1号下午抵达佛陀成道之圣地印度比哈尔邦菩提迦叶，受到当地印度官员、藏人和各国信徒的热烈迎接。据悉，在达赖喇嘛尊者与菩提迦叶弘法及其他行程期间，比哈尔邦警方部署了周密的安保措施，并向菩提迦叶派遣了超过2000名军警。除了大规模的警力外，摩诃菩提寺的周边安全警戒也已提高，以保障在法会期间安保问题万无一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菩提迦叶县县长库马拉维表示，法会期间只允许电动3轮车在正觉塔附近行驶。此外，还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中心来调度安保人员与公共服务工作。他还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原定于1月2号抵达菩提迦叶，但临时改变行程，于1月1号抵达菩提迦叶。在抵达菩提迦叶的第2天，1月2号，达赖喇嘛尊者朝拜了摩诃菩提寺，并在正觉寺内进行了诵经祈福。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正在菩提树下进行的第26届萨迦祈愿法会，并会见了第42任萨迦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接下来，请看第4则新闻。12月31号，因瓦拉纳西恒河保护基金会之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于托伽玛格列和秘书长丹增隆多一同出席了在瓦拉纳西恒河边举行的祈福仪式。在祈福仪式后，瓦拉纳西恒河保护基金会和当地政府向司政罗萨桑格一行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司政罗萨桑格在接待会上向主办方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并表示这次访问令人难忘。结束对恒河的祈福仪式后，司政罗萨桑格接受了 ANI 和 ABP 等媒体的采访。记者向司政问及有关在瓦拉纳西中央西藏大学里举行的50周年庆典活动和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的行程，另外还问及到了藏中和谈等问题。司政罗萨桑格向媒体记者发言时，对参加恒河祈福仪式感到很荣幸。另外，在新年来临之际，想要通过媒体向中国传达的信息是，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言论和新闻等的自由，如同印度一样享受民主与自由。而在1月1号，瓦拉纳西中央西藏大学成立50周年的校庆活动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致辞时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在保护西藏文化和西藏自由事业中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并对此深表谢意。司政罗萨桑格在致辞时表示，中国政府在1959年野蛮占领西藏后，摧毁了近98%的寺院，企图彻底摧毁藏传佛教。但在流亡印度后，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
流亡藏人在境外成功地将西藏的传统文化从遭受中共破坏的废墟中复苏，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司政进一步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中不仅复兴了藏传佛教，也让喜马拉雅地区与西藏共同的传统文化得以发扬。今天，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而这是达赖喇嘛尊者长期以来为保护西藏文化所取得的成果。尊者为此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司政补充说，目前在中国至少有3至4亿佛教徒，因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之一。相比之下，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但佛教徒的数量却很少。因此，恢复藏传佛教所传承的古印度那兰陀传统，是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之一。这一古老的印度文化将为世界带来和平，并能解决当今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司政洛桑桑格还赞扬了瓦拉纳西中央西藏大学成立50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该校为西藏自由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学生，并感谢曾任职30余年的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以及现任校长格西阿汪桑丹。此外，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维瑟被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于1月4号在青海省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中开庭审理。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对此案表达了关切，并呼吁中国当局在审判时要遵循中国宪法赋予的权利。司政洛桑桑格表示，扎西维瑟自愿推动中国宪法中对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权利，对他的审判和判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政府是否维护国际公认的法律和其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扎西维瑟现年32岁，他于2016年1月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并在玉树附近的监狱中被关押了近2年。在被带走的2个月前，他曾出现在《纽约时报》关于藏语教育的影片和报道中。扎西维瑟也曾发表过关于藏语教育的部落格帖子，对很多藏人儿童不能讲流利的藏语以及西藏文化的逐渐消亡感到忧虑。截至目前，扎西维瑟的律师之一梁小军在其推特上推文表示，历时4小时，扎西维瑟煽动分裂国家案庭审结束，法院宣布休庭，只许宣判庭审用汉语进行。当庭播放了主要证据视频《一个藏人追求正义之路》，展示了围绕该证据的相关证据。控辩双方和扎西维瑟充分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扎西维瑟语言表达清晰，观点明确。政治方面来讲的话，一个民族需要消灭一个民族的话，首先需要消灭它的语言和那个文字。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如果法庭能接受这场官司的话最好。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他表达了一点，那就是整个藏族的问题通过法律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它是至少体现出来这一个问题。如果走到一个尽头的话，比如说我被控制了，如果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下去，而且他们会逼迫我去让我说一些我不想说的事情，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我会选择自杀。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